民众党前主席郭文地加入去金华城甲政治现金的案件，台北地方法院裁定7000万交保。经据了解保金是已经总有够。民众党伫今日发布通知讲，明仔载下晡1点会伫法院外口接郭文地转来。也讲到郭文地若转来，即个民众党主席即个位，黄国昌敢会还予郭文地？黄国昌敢若讲，因两人的信任毋是外人会当想象的。 心情怎么样？有没有准备一些主席喜欢吃的菜？官司案无因为初一透早大约10点，郭文地的牵手单飞机向香港公出门。原来因红色7000万的保释金总好势也买，前一天伊伫面册表示无排除会提厝来抵押。民众党中央委员江河秋实表示，保释金已经好势，就等郭文地点头。是不是劝主席可以接受交保？交保金筹措的状况怎么样？7000万的部分都已经到位了啊！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拜托国昌主席跟我们的律师团好好来讨论啊咯，说服柯文哲愿意交保啦，这才是重点啦。你知道外面多少人在等你吗？民众党中央也伫面册发布信息，特别下晡1点要去北院接郭文地回去厝。党内表示，伫台中至少300人报名，不过就惊违反集会游行法的规定。党主席黄国昌回应，一定是和平理性。我们每一次台湾民众党在台北地检署的活动。 大家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，非常的温和。那我相信，这么久了，好几个月，他有很多话会想要好好的跟大家说。黄国昌强调，无论用什么方法，绝对会全力说服郭文地交保出来。不过，若是顺利交保回来，外界只是讲前后两个主席敢会相并斗，向要主导民众党。要不要把主席位置交还？ 包括议员的提名权，是不是继续主导整个蓝白合作这样的方向？我想各界都会高度怀疑。搞这种见缝插针的事情，我奉劝民进党的人不会有用的。台湾民众党现在的状况，未来的发展，等到主席出来了以后，我终于有机会好好的再跟主席坐下来谈。 黄国昌重新强调，家己甲郭文地互相之间有偌斗达，是别人无法度想象的。要赢这款的势人是无路用的。国视新闻采访报道。